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是应该虚拟就是智者的依据啊。我读此经此经义，仅仅义也从智者反反复复而虚拟世尊你之真依据。因为当时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也就看见，就是在我们藏地学院哈，在其他地方的话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愚笨之徒啊，他们呢就是凭自己的这个见解呢，就是建立一些宗派啊，就是有各种这个线索。所以看到这样的以后呢，就觉得是这些愚者面前呢，就是千万的是不能这个寻找真理的，应该呢就是兢兢业业的从印度的这个像卢庄严呐，就是这些高僧大德们的三所当中也吸取这个真理。还有呢，就是在藏地也是有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很多像什么这个加霍尔江措啊，就是什么这个沃玛拉玛，就是沃玛拉玛是什么这个中观上师，就是有很多那个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就是其实这个他的两位上师都是文殊菩萨，就是已经亲自这个加持过的。文殊菩萨跟那个跟什么这个人与人那样，就是可以这个交谈的，就是这样的这个上师就这些上师，那就是就再三的去医治啊，就是有些你是上面说是就是当时从那个青海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就是觉得是在这边没有很多的智者，就是到这个西藏那边呢，到西藏那边以后的话，后来他的母亲那个就是这个他当时上去的时候都是母亲很年轻嘛，原来我去那个拉卜楞寺的时候，有个道友就是给我介绍，就是当时一介绍宗喀巴大师的那种时候，不知道什么心情，就好像我都开始这个掉眼泪了，就是他当时好像那个树叶里面就是藏一个就是一根头发，就是然后寄给那个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一知道原来他去学的时候母亲的头发是黑色的，现在呢变成这个白色的，然后呢就是对母亲也有很强烈的这个思念呐，就是等等，就是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这个公案呐，就是其实这些道友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还是讲的就是很不错的，就是有讲的好的时候呢，就当时那个就很多众生的这个心呢，就是也带入佛教。当时我旁边有一个特别那种这个刚强浪花的一个人，他一边听着，就是后来好像看他的表情也变了，就是就对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求法的这种心情呢，也好像就是产生信心一样的。所以那个就是当时这个宗喀巴大师呢，就是也医治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智者啊，就是到了这个藏地的到这个当时本来呢，就是他去这个印度，就是后来呢就问那个他的上师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就通过这个观察，就是到了这个印度呢，就是不一定，就是当时印度的这个政治比较这个混乱啊，就你现在600多年前的时候吧，就是然后呢就再加上呢就是真悟这个中观的这些这个徒弟的话呢，就是也就是不比就是什么好像就是住在藏地，就是可能就是得这个好一点吧，就这样的。后来那个就是也没有去。当时呢，就因为比较这个非常这个出名的原因呢，就汉地的那个永乐皇帝，明朝的时候吧，就是他也是这个邀请过好多次。有一个教授原来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面说是邀请6次，就是然后宗喀巴大师没有答应，就是然后他把他的弟子就是到汉地去当过事。他当时呢就是也没有去汉地，也没有去印度，就是只是这个到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带一群那个就是大弟子就是在闭关的，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当时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说，就我也是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寻找就是你的依据就是实证这个你的依据。后来的话呢，就是意思是就是龙门菩萨和这个呼呼论师的论点当中呢，真正已经找到了就是世尊的这个依据。所以这一句的这个意思呢，让我们这个后学者千万的是不要傲慢一定要有意志一个非常这个有这个中观方面的一些这个见解的这种上师否则的话呢，就是依靠自己的这种凭自己的智慧呢通达真理呢很困难的，就是所以呢一定要对这个后学者呢要反反复复的，不要这个就大概的，否则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吐司炒一样的。我们现在有些学的话呢就大概听一听就可以，不能这样的。宗喀巴大师只是对本来是跟文殊菩萨就是也亲自这个就见到的，就还有这个文殊菩萨经常说价值的，但是他也是反反复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佛教与这个什么
这个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不要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降一个公安也是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什么都就是讲不出，自己也是迷迷糊糊的有种状态，就这样是不行的。真正是很多智者，尤其是有些这个以后要这个弘法利生的过程，我自己都是迷迷糊糊，给大家都这样说的话，那恐怕是不太很好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自己的喜欢，就是跟着这些智者们的这个阐述和演讲就是阐述。如果我们也真正原原本本重复他们的教义的话，那就是我们也变成这个智者，就是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呢，就是应该是，比如说对中国的缘起真理的话呢，你不要就是停留在一个字面上可能是空性的吧，是吗？空性，缘起。那应该可以吧？对吃饭很重要，其他都不重要的。然后吃饭的时候非要就是一定要肚子填饱，就是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精神智慧就全部都就已经这个就是一切的精力就用上了。然后平时就是求真理的时候呢，有一种这个说是也不是，就是似动非动的，就是那样的这个懵懵懂懂是不行的，就是应该就是像宗喀巴大师一样，就反反复复的吸求一个真理。就如果全部搞不懂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前世后世存在的道理，或者说是一切万法空性的道理，这些都是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跟不上。如果你智慧跟得上的话呢，完全的就像是这个升起这个就是太阳一般，就是全部可以马上照亮的，就马上会能懂到它的意义这是大概这样的道理。